今日我好榮幸同埋鼓舞，以檢閱官嘅身份出席呢個與別不同，但係意義非凡嘅警察學院結業會操。明愛社區書院 CICE 去年開始同香港警察學院正式合辦應用教育文憑 DAE 嘅課程，今年已經有第一屆學員畢業。我哋明愛社區書院部分通過遴選嘅同學會去到黃竹坑警察學院，由學校教官親自訓練，去完成3科學警預備嘅相關科目。呢個課程咧就可以喺呢一度咧俾到一個較為優勢，就係佢能夠準備好啲嘅體能啦，同埋一個心理嘅預備咧係會做得好啲咯。佢哋嘅表現咧，俾我覺得佢哋係好有鬥志啦。亦都係能夠喺個課程裏邊咧表現出佢哋好投入啦。我都對佢哋嘅表現有信心，佢哋能夠順利完成到嚟緊27個禮拜嘅訓練嘅。其餘喺明愛 CICE 上堂嘅同學，會由服務警隊超過36年嘅資深榮休警司蘇金鵬先生親自喺明愛 CICE 教授。蘇 Sir 擁有豐富嘅軍裝、刑事偵緝嘅實戰經驗，更加曾經長期擔任學警同埋見習督察嘅招募、訓練同埋遴選嘅工作。警隊嘅工作係一份非常之有意義嘅工作，除咗可以服務呢個社會，亦都提供非常之好嘅工作滿足感俾大家嘅。明愛嘅學警 DAE 同學更加會被安排加入警察學長計劃，到不同嘅警隊部門參觀、參加警隊招募講座、安排參與體能特訓同埋警隊投考快線等等嘅全面支援。咁呢個課程最難忘，其實有個 camping 啦，就係5日4夜嘅。咁最辛苦嘅就係有一日喺山上啦，獨自過咗 solo 嘅一日，咁喺山上逗留咗14個鐘嘅差唔多。咁呢個課程咧係幫助我哋更加清楚未來嘅事業嘅方向嘅。除咗投考警隊，學警 DAE 同學亦有升學嘅出路選擇，而明愛教育服務亦特別提供一條龍嘅升學階梯。嗱，我哋聖方濟各大學咧，今年9月咧就推出一個犯罪及安保科學學士同埋高級文憑課程，我哋歡迎咧 DA 嘅畢業生畢業之後咧，直接上我哋高級文憑嘅課程。當大家讀完呢個高級文憑課程咧，佢哋晉升上去呢個學士學位嘅課程，咁啊，然後咧可以投身呢個督察嘅職位，或者咧私營部門嘅 compliance 嘅工作。成為警員之後，希望透過在職讀 SFU 犯罪及安保高級文憑學士課程提升自己，透過工作能力及進修喺警隊入邊獲得晉升機會。香港有唔少在職人士都會選擇繼續進修，明愛 CICE 將會開設全新嘅太子核心地段分校，專門開辦與職專教育相關嘅課程，並且喺今個暑假投入服務，讓在職嘅人士更方便於公餘時間積極進修，讓社區帶嚟新嘅氣象。明愛社區書院咧，嚟緊有一個新嘅校舍，就喺太子度，位置係香港嘅中心點啦，方便唔同地區人士咧又要上課啦，而且係融入警察體育遊樂會啦、旺角警署啦、旺角大球場啦，方便學員之餘同可以參加唔同警隊嘅活動嘅。警隊嘅工作咧非常之多元化，亦都提供非常之好嘅職業發展俾大家。如果大家係一個 DSE 嘅畢業生，或者係在職人士，你唔想喺職場嗰度擔任一份枯燥乏味或者黑板式嘅工作，我衷心推薦大家嚟我哋明愛社區書院去報讀同警隊相關嘅DAE 嘅課程。